玩具房嘅話，中間嗰塊玻璃係有啲蒙蒙地嘅，你要喺兩邊個玻璃影會比較好啲。呢個係我已經放到最大嘅，我都唔知係幾倍，應該係8倍定係7倍啊？7倍吧。係啊，中間嗰塊玻璃係最蒙嘅。宅男樂幹飯了。誰給樂樂起的這個名字？好搞笑。樂樂是挺宅的，樂樂是個矮熊。樂樂要食超大啖嘅竹葉，細啖啊佢唔肯咬嘅。樂樂返入去啦，樂樂去咗小賣部，想揾人開門。對，去咗小賣部門口嗰度，想叫人開門。出嚟啦！樂樂想落班啊！我想下班，我想下班了。跟住奶媽話未得，你個仔爭落嗰啲帳單有咁長，你唔可以咁早落班住啦，要幫個仔還債。他要麼就是想吃筍筍，要麼就是想回去。樂樂話好多人啊，好怕醜啊。
咁你哋覺得安安係 I 紅定係 E 紅？好似我哋呢度就得係 E 嘅男紅，跟住女仔紅全部都係 E 紅嚟嘅。所有男紅嘅 E 全部集中晒畀得得咁可能，救命！